出咗葡京灣，上咗呢個松山嘅位置啊，去到嶺南中學對出啦，然後就係一連串複雜又窄嘅多彎啦。果然係星級導師，冇挨到任何場。如果係新手嘅話就小命不保啦，買定棺材。呢個髮夾彎就永久黃旗啦，道路相當窄啦。要拉直架車再 break 其實都係相當之難嘅。見到導師係標準地喺巴士站 bus stop 嗰位完成掉頭，衝出大直路，而家就係瞄住我哋嘅呢個漁翁灣去前進啦。當然冇得收油啦，直路收油冇道理啊，簡直準備嚟 break point， 一個剎車，架車咬入彎心，然後完美出彎，係貼住鳳牆咁行到接近終點前嘅最後一隻彎水塘北角灣啦，又係一嘢咬入去。然後再拉翻出嚟，就大直路迎接我哋嘅格仔黑白旗。